续来到高雄，有民众到美食的卖场来买这个假心肉，结果发现这个肉片有污点，认为品质有问题。有人讲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这个火蒸起了后，就会形成污点。食品的专家嘛讲，确实是安尼。食这款的肉片未有风险。不过卖场的业者讲，消费者若有疑虑，会当来退货。猪肉片色水红加，搁带真侪油花，看起来微死。毋过真正看，哪有一大污点？买到一款猪肉片，消费者目睭是睇甲真大蕊。新闻讲，昨暝到高雄中华路的美食卖场买一盒肉片，当来到厝要分装时，看到乌一点，认为品质有问题。我不懂但是我不会买。哎，怎么说？就看起来好像它就怪怪的。怪怪的。我就唔敢买啊。惊是无好的物件。惊是迄个歹的，还是讲有病的。是生菇啦。迄唔是啦，迄唔是啦，伊个有当时伊个血啦，还是咱的医学啦，还是安怎样啦。新闻写出来，网友拢来闹话，讲这是血管的血角，唔免烦恼，这真正常。就算传统市场买冇这个问题，无人讲家己嘛捌买过共品行吧，内底冇血，毋过食落无问题。它一般是实施电宰，它可能会微血管爆裂，那所以它因此会有少量的微血管的渗血到肌肉组织。吃到的话会不会有影响？是没有影响。发现这些黑点开始出现更颜色更深的黑变或绿变，那就要特别注意，那就是肉已经腐败了，那这样的肉就不适合食用了。卖场讲，消费者买是台湾猪假心肉，即马无接到反响，看相片猪肉品质无问题，但是消费者若有交期，卖斗相共办理退货，无希望消费者买当去厝，心情得了不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